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初3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同齐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秋休到今仔日第3天，国道稍稍出现往北的车阵，国道5号上北的部分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高公局讲会拖到今日半暝2点。健保会预估健保安全准备金只会当冻到明年年底，但是中表示健保费定着爱起，爱民众用投罪心来看待。美国总统 Trump 合约看手拢去为着 COVID-19， 真侪国家领袖发文表达关心，不过也替这届选举增加袂少变数。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交通的消息。中秋连假休到今日第3天，国道稍稍出现往北的车阵。根据下晡上新的路况，国道1号新竹含竹北往北的路时速只有23公里。若国道5号滨拿行控中心的专用道到头城就北的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讲这车阵可能会拖到今仔日半暝2点。国道5号出现车流，下晡雪隧已经大塌，车速不到20公里。雪隧南口回塌4.5公里，头城打开交流道车牌真长是真塌。国5的雪隧通过量为19000多辆次，相较于去年中秋节第3日，约增加66%。高公局预估初3交通量是122万车公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4倍。国道塞车路段，国以新竹到湖口路段。预估会拖到初3半暝12点，国道3号关西到大溪路段恐计会拖到暗时10点。另外，国道5号宜兰到白南路段恐计会拖到第2天初4透早2点才疏解。因为北返车流较多，国5的部分持续拥塞到深夜，可能会拥塞到1点或2点。而早起我国道1号5杨高架南下69公里路段发生工厂火烧厝，现场拢是高烟，开车经过看袂啥清楚。另外，国道发生多层交通事故，一度造成部分路段塞车。不过，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视察台北车站，强调国道疏运整体上也算交通有顺。不过，也烦恼收假提前北上的车流，初3、初4可能出现大塞车。那严厉的考验还有最后这2天，因为现在是北上在国道方面进入今天也会下午之后进入比较高峰期，所以我们会加强提供更好的公共运输的服务。礼拜就是中秋连假最后一天，高公局表示，明仔载车流量大大增加，呼吁民众应该闪开尖峰时段，也是多多利用替代道路、台2线、台9线代替国道5号。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健保是世界恶佬，不过国内健保费是不是起价，最近也引起袂少讨论。这阵健保会就预估健保安全的准备金，加这当冻到明年年底。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出席健保的国事论坛，伊就讲，民众就爱用投资心态来看，有投资才有利便的健保。对健保费起价这件代志，伊的心头已经抓好定。我们现在是在消耗老本。强调健保开办15年，就爱改革，若无就是消耗老本。卫福部长陈时中初3出席健保国事论坛时表示，台湾健保面临财务危机，爱节流也爱开源，搁爱用健康投资的角度来看，无投资就无健康。搁表示健保起价决心。在疫情相对的严重的情况下，那应该对健康要更重视，更要投资的更多。根据健保会预估，健保安全准备金今年支持到明年底，起保费一定爱做。但市长表示，投资一定爱行在头前，各项意外发声。健保不是只有财务问题，是整体健康议题。各健保会委员提案针对莱克多巴胺美的开征是按健康管和健保，伊也表示反对。量能付费，一个社会保险的精神不符，它是取向于使用者付费，健康保险这样的意义就会丧失掉。所以除非是非常突出、非常特殊的一些情况，才有这样的一个思考。但市长表示，这摆健保国事论坛主要是讨论防疫健保这议题，健保费率是不是要起，应该为长远的角度来思考，也不是只是要起，或者是唔起，是要甲各界对会找出一条上好的路。记者综合报道。
卫福部长陈时中今日要针对 COVID-19 疫苗的研发进度做出说明。伊讲台湾的预防社即马已经进入第一期的临床试验，若准讲顺利，上紧明年第二季就会当生产。不过即阵就要先确认讲这疫苗的安全性，再个看疫情安全有变化来决定注射的时间，也有使用者。不过咱国内医生即阵是烦恼讲，国产疫苗研发的速度恐惊比袂过疫情反复的脚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继续生拖，近日秋冬恐惊面临第二波的挑战。国内有医师表示，最近陆续传出为台湾输出确诊个案，显示国内一定副病毒只是传播也无够明显，等到天气冷就会爆发出来。有这么多的一个输出案例，说明我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病毒存在的风险。外籍的一个看护工这个部分，还是最好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联系体系，把所有的潜在的被感染源找到。为控制疫情，世界各国拢积极研发疫苗，也拢超买疫苗，台湾也无例外。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目前疫苗研发依然是高度无确定性，只好多方投资，爱继续收集情报。每一样都超买啊，每一样超买的每一样都成功，那你就会多很多的量嘛。但我们必须要让这事情减到相对可能的低嘛。被叫做台湾冠状病毒之父的中研院院士赖明照，伊提醒要赶紧研发家己疫苗出来。全世界都是需求疫苗的需求是很高的，所以台湾是不是能够得到足够的疫苗，这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台湾必须要赶快发展自己的疫苗，这是很需要的。但市场强调，国内疫苗研发已经进入第一期临床试验，若是顺利，国产疫苗上紧明年第二季就用出来。早一点提到，无代表爱赶紧做，等到确认疫苗安全了后，会根据疫情决定倒一寡人优先，甲什么时阵开始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第二个消息来看金门，昨有一个中国的查甫人用收水箍啊和玻璃笼做的房啊，对厦门一路收到金门，偷渡入来台湾。不过去互咱的海巡署抓到，伊就欢时有发烧，而且佮烧到39度1。海巡人员是经介送检疫站验病毒，加再检出来，结果是阴性。中国籍偷渡客和海巡署按顺队靠上手铐，详细看伊上怀所在有一个游泳裤，甲一片玻璃笼的房啊。靠着这两项简单的工具，初二早起对岸厦门的大丁岛出发，坐这个玻璃笼的房啊，慢慢用过船的方式偷渡到金门。不过上岸了后，就互海巡署按顺队发现，解问了后，确认是中国籍男子非法入境。让下头的时阵发现温度达到39.1度，也佫不离烧，赶紧甲送往金门病院检疫站进行快速检查。该名男子为非法入境之入籍人士，立即通报金门县卫生局、防检疫等单位，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作业程序处置。海巡署表示，这10波人送往处理金门病院了后，体温有下降，快速检查检测了后，结果是阴性，也无出现发烧症状。金门县府卫生局研判，可能是伫海上拍伤久，造成体温上升。他长期在那个海面上，昨天的太阳也特别高，之后可能他体温有过高的一个情形。他到院的时候检查体温36度1 ，X 光的部分是正常。海巡署表示，这偷渡客伫中国原本是油漆工人，互查到时阵，身躯敢若剩一寡动身啊，无啥物证件，讲要来台湾找头路。即阵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停止处置，留伫金门计24天，后续依照违反入出国也有移民法以及国安法，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高雄今天基丁便若拄到拜六礼拜，来遮坐船啊，吹海风的旅客就真多。即天大好休中秋，当地举办大型的艺术活动，地属往回基山和高山航船渡船人员是无用试试。不过，各位民众唔知影讲，连续假期渡船头有管制乌多摆上船的数量，徛到现场的时才发现乌多摆无法度去。我们这里本至到5点，我们5点才开放，一般你民众过去。骑乌多摆的人骑到高雄高山渡船头了后，互工作人员查落来，因为这个旗鼓航线凡是拄到3天以上连假，拢会进行这个机车的管制。基顶咪就用骑机车上渡轮，不过游客只用骑脚踏车，也是电动车，才会使连车到顶来上船。就是要去不能去啊，过港隧道没有限制吧？过港隧道没有。
哦，那就是可能要绕一圈过去啊，不然呢？没有假，对啊，你看也是很多台也有过去啊。今日若是拄到连续假期，人就真多。即摆当地也举办乌沙玩艺节。高雄市轮船公司表示，年假头一天载运就达到2万人次，第二天更加超过22000人次。虽然是防疫期间，不过人比去年中秋一点仔拢无减少。以今年这一次的连假的载运人数比起我们平常的假日已经多出大概25%的一个运量。去年中秋节有3天连假。载客数去年最大量大概1天25000人次，今年应该也会突破这一个啦。基各航线廉价奥多麦管制对民国105年开始实施，希望改善坐仔湾甲基顶的废气排放问题。若想要甲机车载去基顶的游客，会使改制前定到中州渡轮航线。不过也是呼吁大家尽量多多使用大众运输，节能减碳。记者综合报道。唔知乡亲敢捌放过风吹，用风吹来除影咧？台中市大安区滨海乐园附近，因为土地真阔，而且海风又过头，今日当地呢是专工办用风吹除影的比赛。为咗会好用这风吹来登记嘅人，是拢来到遮要来输赢，咱来做伙来讲解一下。七彩风吹伫天顶飞，这甲一般的风吹无敢若共款，伊叫做特技风吹，操作技巧也比一般的风吹难度搁较悬。是一只手就操控2条线，左右手操控，再进阶的话会变成放3次。下晡的风速有12到15节之间，适合水上风吹冲影活动，真侪人拢落水展现好身手。这个伙仔爸爸甲后生拢算冲影风吹，讲这是一个刺激佮有挑战性的活动，爱同时操作风吹甲身体平衡感，难度真悬。你要学习的控制风筝，然后风也要对，然后再来你在水上的平衡感要做到好，你才能够在水面上滑行。游客表示，大安滨海乐园的海花真白，环境设施也真好，来参加活动感觉真舒适。觉得这整个海滩规划的还蛮不错，然后蛮干净的这样子，然后沙滩也比较宽广。车车伫大安滨海乐园的风吹冲影活动，今年是第8年，有真侪人来参加比赛。顶一摆2010新竹市国际风吹节出现风吹加囡仔惊险失控场面，这摆的主办单位特别注意周边的人员控管加安全的防护。警戒线就是随时在提醒民众不要进入我们风筝释放的一个区块，工作人员驻守在周边，随时提醒民众不要进入我们的一个区域释放的范围。这摆风吹冲影比赛甲放科技风吹是配合大安妈祖园会相关展览甲在地农特产品活动，希望用创造在地特色，带动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总统 Trump 和伊的看手 Melania 去为着新型冠状病毒这件代志。Trump 伫咧美国时间这个月初2大院治疗，捌还没接触过的人，包括美国副总统 Pence 和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体检了后拢是阴性。不过 Trump 的竞选总部的总干事，也有前白宫顾问和一寡机关，甲派驻伫白宫的一寡记者，拢有去为着。美国总统川普初2坐着舰队1号专用直升机到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军事医疗中心。川普挂着乌色喙暗，家己行出机舱了后，坐伫车内直接到病院。医院也接下真侪名川普的支持者。川普伫离开白宫前，录制谈话感谢各界关心。I think I'm doing very well, bu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things work out. The First Lady is doing very well. So thank you very much. I appreciate it. I will never forget it. Thank you. 白宫方面表示，川普未来几天拢会住院治疗，未有竞选行程。74岁川普确诊了，出现继续发烧加身体神仙，更加传出有喘气困难症状。不过，白宫发言人麦肯内尼强调，川普情况良好，无使用呼吸器，并且开始进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疗程。川普本人也伫入面了后发出头一则推文，表示一切顺利，加英文大岁儿母的爱你，敢若会伫宣布喘气困难的传言。白宫医疗团采用鸡尾酒疗法替川普注射由美国雷杰纳荣制药公司的抗体鸡尾酒。这种也伫最后实验阶段的注射性药物，对着治疗伊波拉病毒有明显的效果，不过也无清楚对新冠病毒是不是有效。
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潘斯翁仔某车里经过病毒检查，拢呈现阴性反应。白宫官员表示，尽管川普带伊，也阁无看到预算问题。国务卿蓬佩奥伫川普确诊了后，也无甲川普进行过对话。而进前甲川普共场辩论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2摆检查拢是阴性。We have to do our part to be responsible. It means following the science, listening to the experts, washing our hands, social distancing. It means wearing a mask in public and means encouraging others to do so as well. 川普翁仔某确诊了后，甲川普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物也拢有画到，包含川普的竞选总干事加前白宫顾问康威，也有顶礼拜参加大法官提名典礼侪名共和党籍参议员，也有侪名白宫记者拢确诊。记者综合报道。那离美国的总统大选剩无一个月，美国总统 Trump 翁仔某伫咧这个卡道去为着 COVID-19， 那冲击着选情，也引起国际关注。有未少国家的领袖是拢有发文表达关心，希望因会使量早恢复。不过，即马有美国的医生就讲 ，Trump 因为有血啊，而且体重超重，即马去为着病毒对伊的健康真不利。美国总统川普确诊新冠病毒，国际拢真关心。导致真济防疫努力的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初三证实，已经向川普家第夫人梅兰妮亚表达慰问。I stand with others in wishing all the best because this is obviously a virus that has globally had a devastating impact. 川普确诊了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发出英文、日文2种版本的推文，希望川普翁某战胜病毒。北韩中央通讯社初三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向川普甲梅兰妮亚献上上温暖的祝福，希望因早日康复。其他有以色列、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法国等国际领导人拢推文希望川普翁某早日恢复健康。美国民众对川普的确诊有家己的看法。I think he got it wrong. I'm a Republican. I've always been a Republican. I voted for Donald Trump, but I can't see myself voting for him a second time. It just seemed really ironic. But at the same time, it's like I don't wish anything bad on. He's still a person. 不过专家表示，川普74岁是高风险族群，再加上伊身高差不多190公分，体重110公斤，身体质量指数 BMI 差不多30.5，明显过重，也增加重症风险。有医生认为，川普轻视疫情，无遵守防疫规范，个提悬染疫的风险。Despite the evidence and science saying that face masks are protective against the transmission of COVID, unfortunatel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not very adherent to that guidance, and it should be no surprise to anyone that he now contracted COVID. 川普以后的病情变化，对还阁剩30天的总统大选，确实已经增加真侪无确定的因素。15月第1场总统辩论是毋是取消？拜登是毋是还阁会照常进行大选造势？甚至投票是毋是还阁会如期举行？拢成做全球继续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转转来国内，今日半暝点外，有民众伫咧高雄的西雅园海水浴场附近发现一只靠大的海猪。伫咧搜救的过程，佮发现另外一只同款是靠大的海猪掉伫咧海部，而且这2只身上拢有去互鲨鱼加过的喙齿痕。不过真不幸，迄只体型较细只的海猪伫咧救治的过程，经无过已经死亡。海巡署甲生态海洋生物甲鲸豚研究中心的人员用单布盖伫海猪的身躯顶悬，将海猪复活者撇免气孔入水。3号半暝，2只海猪靠潜伫高雄西海湾海水浴场附近。海巡署接到民众通报了后，赶紧派人去救援。海巡人员于西子湾南角头前方沙滩发现2只搁浅海豚。研究中心人员依外观辨识，应为幼年花纹海豚，身长约2米。且在海豚身上发现有达摩沙咬痕。研究中心人员表示，这2只海猪的体型拢非常的瘦，判断应该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体力无好，才会予达摩沙夹着又搁靠浅。透早已经送到台南市草鲸豚救援站治疗。比较小这一只，甚至在身体的侧边，你可以看得出来，应该是一只鲨鱼曾经想要咬它，可是它有挣脱，所以它的身上的刮伤完全就是那个鲨鱼的那个牙齿有没有一排这样子的刮痕？不过还好，就是
蛮表皮的伤。但不幸的是，确实只海底洪再倒去四草鲸豚救援站治疗差不多1点钟了后，就伫9点30分左右停止喘气甲心跳。研究中心表示，会调集人员甲兽医下晡做病理解剖，了解海底死亡的详细原因。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传统的竹编的机架，在家己溪口乡轮围村有一个砖头号做天下庄，英国专门出产人绳、竹拿一挂竹仔做的艺术品。迄当时规庄就超过12件竹仔品的工厂。不过对着社会的改变，这项产业是豆豆的稀微。这阵天下庄的村民是成立竹编的发展协会，希望竹编这项艺术会使有新的创意继续传。老师傅用火枪甲竹仔挖过，把握时间凹出要爱的形体。嘉义县溪口乡的天下竹编发展协会，有竹编的人啊，毛竹仔做的家具，完全拢爱靠手工豆豆来做。啊，无你拗起来一定破坏啊，迄过程啊，你就是看什么所在。啊，你若像即款，就是讲要挖落桥，还是要挖落地。嘉义县溪口乡的天下庄，过去全庄有超过12间的竹编工厂。迄当阵农业、渔业、生活拢会用到竹编，而且家人家达，佫是迄当阵需求上济的物件。天下庄所有的迄个经济来源，都靠家人家达开始的。嘿，啊，家人家达因为时代在进步嘛，家人家达最后还是被淘汰。为着要改变社会对传统竹编的印象，协会开始甲竹编的技术甲生活的物件合作伙，而且举办展览，希望让大家看到传统竹编的进步。协会是把咱上好的这个产品呈现在各位大众面前，把大家更加去了解、认识咱这个竹编传统工艺的这个传承。竿篮啊、椅啊、卡网、帽啊，拢是用竹仔做的。天下庄传统的竹编功夫，毋但是用伫咧制作过去农业、渔业的工具，嘛开始成为建筑甲个人的一种风格。协会表示，爱进行这个产业需要久长的时间，嘛希望因的改变会当吸引到更较侪人做伙投入，让这项技术中国成为地方的代表文化。记者刘慧婷嘉义报道。明仔天气安怎有变化？咱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3度。中部24度到34度，南部24度到35度，东部23度到32度。再来，伫咧金门平湖马祖23度到32度。新闻最后，带乡亲，咱做伙来去 Poland 看人驾车。感谢乡亲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